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的政治学的总复习。咱伫这个单元要来讨论两个物件，第一个叫做国家的体制，第二个叫做政府的体制。这两个单元啊，应该咧伫考试内面啊有一定的题目的数量，所以请大家爱特别来加以注意。咱头代先讲这个国家的体制，因为咱现代啊，基本上啊，咱拢是活伫无共款的国家内面嘛，所以国家算讲是咱的上大的一个政治的实体。所以国家的体制内面，头代先你爱先详下了解什么叫做国家，啊有什么款的分类，包括着这个联邦啊、单一制啊、君主啊、共和啊等等啊，这应该考试较袂考。会考的是国家的四个要素内面呢，包括着领土、人民、主权甲政府。这个领土呢无啥重要，人民就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做民族，就是过去咱咧讲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以这个民族算讲是咱讨论国家体制内面的一个较重要概念。民族的考点主要是集中伫有关民族的理论的部分。这个就是两个嘛。你若是即马个毋知影，你就安尼淡薄紧张哦。第一个理论就是完成论，第二个就是建构论。意思就是讲这个民族到底是你生出来，你就是可能对一个民族的，也是你是随着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这个想象的产生的一个共同体。所以咧民族第一个部分就是个理论、完成论甲建构论，伊咧爱创甲诚清楚，这考试是诚爱考。过来就是由这个民族根据这个民族主义主张民族主权、民族自决来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就变成这个民族国家。伊是啥物款的意思的要素还有伊伫当代咱的无共款的所在的人拢走来走去、飞来飞去嘛，所以这个民族的概念呢，伫当代受到淡薄仔的这个挑战。这嘛是民族国家伫咱今仔日2025年的时阵面对着什么款的状况你小可甲了解一下就会使好，这是人民的部分，咱会使来去讨论到一个叫做民族的概念。这考试诚爱考咱最近就看去到这个考试已经有考过好，过来主权主权嘛是真重要 ，sovereignty 嘛，主权是现代主权国家的源起你要了解讲什么叫做主权，就是对国内上权对外独立的一个权利过来就是伫现代这个全球化的发展之下，对传统国家主权造成什么款的挑战这是你小可去了解。最后政府去讨论到讲政府的体制呢，这是咱后一个单元的。好咱先讲以上领土、人民、主权甲政府咧就变成一个国家国家会使分作强国家甲这个失败国家你来小可甲看一下就会使。咱过来继续讲这个政府的部分。政府的体制主要为两个部分来去做掌握。第一个部分是民主的政府体制，第二个部分是独裁政府体制。民主的政府体制考试诚爱考，你爱先知影讲民主有啥物款的原则，有4个大原则嘛。Rennie 所讲的这个部分咱过去已经有做过影片，甲大家做一个小解所以民主的原则你先了解。过来是民主的类型，会使包括直接的民主、代议的民主这个直接民主佫包括着你是去投票还是用对话的方法多数民主甲这个协力型的民主拢无共款伊若是无共款的民主，伊是采伫无共款的意识形态嘛，会使去分类像自由民主、社会民主等等佫有这个假的民主，就是不自由民主甲伪任式的民主这个嘛是爱去注意，因为伊就甲这个威权较有关系所以有真正民主无共款的方式、无共款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佫有这个假民主过来就是民主的理论包括着古典民主、精英民主、参与民主甲这个心意民主等等你会小可甲了解一下伊到底每一个理论来看民主这件代志。过来就是伫这个民主的体制内面，咱会使讲会使甲上重要一个特色就是民主政府配合着咱的宪法的设计，会甲政府的权力分做行政、立法甲司法，尤其是行政甲立法两权之间来去互相制衡但是这个行政甲立法之间伊是完全对立的
也是安怎来去运作，就会使分做民主政府体制内面总统制、半总统制甲议会内阁制这三种。其中呢半总统呢是考试较爱考的，包括着这个总统国会甲总统总理你爱小可甲了解主要的分类方法就是看伊的这个行政权甲立法权是安怎来去互动的。若是半总统就是内面的行政权分组由总统、国家的元首甲总理也是这个総理日本话拿成叫做総理来去掌握，所以咧行政权佫拆做两个人来去做分享，这是半总统制。最后就是议会制，像英国迄种也是德国荷兰最近因的这个联合的内阁嘛是拆破面所以呢应该会当选也是安怎我毋知，因为最近新闻未报到遐好，所以这就是三种较定看见的伫民主的政府体制内面所运作的体制。以上是民主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独裁独裁你会先了解什么叫做独裁，伊有啥物款的这个特色过来就是独裁内面佫分做两个，一个叫做集权独裁，一个叫做威权独裁。以上大的无共款的所在就是集权的独裁，会管东管西、管天管地，全部拢要管自你的这个经济社会、文化艺术政治等等拢爱管。威权的独裁内面伊主要是咧管莫互你去挑战伊统治者、独裁者的政治甲经济利益其他的部分伊放手，互你去有爸母拢会使，你莫去甲伊挑战就好。所以你爱小可了解现在其实讲起来，咱全世界拢受到威权的这个挑战嘛，上大就是这个鲁西亚甲这个中共嘛，共匪因咧挑战破坏咱世界民主的秩序。所以呢，这个考点嘛有可能会考就是独裁的这个主题。好，咱了解到民主甲独裁的政府体制无共款了后咱过来就会去讨论讲，咱现在会使互你选的话，你想要生伫独裁国家还是民主的国家？咱般拢读较去弄着才会选独裁嘛。一般人拢会使用骹头想嘛，知影爱选要出世就出世伫这个民主的国家嘛。所以咧咱就甲民主看做是一个较现代化的表现的一个展现所以呢为独裁到民主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就叫做民主化，还是政治发展。政治发展就是为这个较无开化、无文明的这个政治的社群去发展出咱所谓现代的自由民主多元包容这款的政治的社群就是这个政治发展的过程政治发展的过程包括着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甲这个发展国家论等等你会小可甲了解一下民主化本身嘛是一个大重点。民主化就是安怎为独裁来去转型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有啥物款的因素去影响佫有这个三波的民主化的这个论调你去小可甲了解一下若是民主化有成功，迄叫做民主的这个稳固民主的稳固伊嘛是会拄着无共款的挑战有啥物款的条件？咱讲这个民主的体制已经真稳固若是会拄着啥物款的挑战，或者这个民主出现这个民主的退化你嘛小可甲了解一下最后就是伫这个民主化过程当中真重要一个概念叫做转型正义。咱台湾现主是拄着这个民主化上大阻碍除了讲这个中国党甲这个无卫生的民众党踮遐咧有被创条创片以外呢，就是咱的转型正义这个推动佫真不足所以咧变成讲国内一直有这个威权的幽灵来甲咱搅扰转型正义是啥物意思？你爱真了解着，亲像最近咱爱甲这个路名中正路啥物经国路佫有这个中山路拢爱改掉，这是应该爱改的。你无法度想象一个城市内面主要的道路伊的号名是用这个害咱台湾人的独裁者杀人魔王的名来号这个城市主要道路，这是真罕过的一件代志佫甲这个伊的像放伫国家首都这个台北市内面，这是更加无法度互人了解。咱咧笑讲共因是这个独裁政权爱中甲因毛泽东的迄个像挂伫伊天安门顶悬嘛咱咧笑因的时阵，咱家己嘛一大尊放伫台北市的市区这嘛是真侥幸所以咧这个转型正义是台湾民主化现在民主化30多年以来面对着上大一个挑战，就是要怎来去
处理这个转型正义，会使互台湾真真正正成做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无即寡威权的旧的物件，党国的意识形态这个党国遗毒继续来破坏咱台湾的民主的成果。所以咧，以上除了是咱的生活，嘛是这个考试会使来去出题的部分，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我讲一解咱这回来讨论的是国家的体制甲政府的体制。国家的体制较重要是这个民族的概念，政府的体制内面的民主甲民主政府还有这个民主化、民主转型这部分的是过去考试较爱考的，你会使呢较正该看过来就是看了了还可以翻过头来去思考着咱透过这个学科的学习理论的了解安怎来去看待咱台湾的政治的发展，来去思考着咱未来的民主爱为什么款的方法来去更加好的发展来去成做咱真正台湾民族，建立咱台湾民族的国家。好，所以呢，咱学习这个政治学，毋是单去考试尔，是要用伫咱的实际上的政治生活内面。你讲有啥物好处？好处就是咱台湾只要会使发展出一个稳定的、民主的、自由的、多元的、尊重人权的社会，咱才会使来去安居乐业嘛，就是这样简单了。所以呢，除了考试以外呢，嘛要放伫咱的实际上的政治生活内面，做伙来去思考，来去深化咱的公民的意识，甲咱的公民的社会，公民的社会啦。好，那以上呢就个大家报告到这最后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